主后2024年10月19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分辨真甲假。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第28章1节到17节。西底家王统治犹大第4年5月，基遍人亚述的囝先知哈纳尼亚伫上主的圣殿，伫祭司甲民众的面前，甲我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已经讲断巴比伦王互恁下担。2年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即个土地抢去巴比伦的上主圣殿所有的器具，拢搬转来即个所在。佮要甲约雅敬的囝犹大王约雅斤，甲受掠去巴比伦所有的犹大人拢带倒来，因为我要讲断巴比伦王的担。上主安尼宣布。先知耶利米就伫遐徛伫上主殿内的祭司甲民众的面前，甲先知哈纳尼亚讲：阿免，愿上主为安尼做。愿上主实现你讲的预言，将上主圣殿的器具，甲所有受掠去的人，拢对巴比伦带倒来即个所在。但你着注意听，我要对你甲民众讲的话。对古早以来，你我以前的先知，拢捌对真侪地区甲强大的国家预言会发生战争、灾祸、瘟疫。遐个预言，平安的先知着爱到因的话实现的时，人才会承认因真正是上主差派来的先知。哈纳尼亚就将耶利米暗棍的担摕起来，甲伊讲断。伊阁对所有的民众讲：上主安尼讲，2年内，上主要亲像安尼，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下伫列国暗棍的担讲断。耶利米就离开遐。先知哈纳尼亚甲先知耶利米暗棍顶面的担讲断了后，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讲：你着去甲哈纳尼亚讲，上主安尼讲，你讲断查罪的担，毋过上主会做天的担来代替。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要将天的担下伫列国的暗棍，互因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一定着服侍伊，因为连野外的动物，我都交互伊管理。先知耶利米阁甲先知哈纳尼亚讲：哈纳尼亚，着注意听，上主无差派你，你竟然互这的人民相信你的白贼话。所以上主安尼讲：我要互你离开世间，今年你一定会死，因为你煽动人背叛上主。迄年7月，哈纳尼亚就死。分辨真甲假。拄当南国犹大经历国家败亡，人民受俘虏掠去巴比伦的痛苦之时，尼布甲尼撒王阁甲圣殿的贵重宝物拢夺走，带转来到巴比伦。当时，耶路撒冷城的情况，通讲有够凄惨。毋但人民流离到异邦，圣殿也受摧残，人的心内充满痛苦，拢无盼望。若回头来看现今的处境，乌克兰遭受俄罗斯武力侵犯到今已经2年偌久，人民也是深陷即种痛苦中间。对信念安定自由的台湾人来讲，有偌济人会当想象即种生活的悲惨甲痛苦咧？当时
犹太人民处点即种混乱可怕的情况，心内总有一种矛盾，袂禁得问讲：阮敢毋是上主的选民？既然阮是上主的选民，搁安怎会沦落到即种的地步呢？所以犹太人民试想要用无共款的方法来找求答案，特别是渴望对因的信仰中来找到答案，进一步透开心中的不安甲不解。先知是当当时人找求答案的重要角色。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中出现两个先知，一个是基遍人押朔的囝哈拿尼亚，一个是阿玛棍陪打的耶利米。当这两个先知伫圣殿对话的时，哈拿尼亚伫祭司和群众面前展现一种先知的架势，发言指出上帝要粉碎巴比伦对犹太的辖制，搁用真有仪式感的动作，甲耶利米、阿玛棍等的担摕落来，讲互断。哈拿尼亚的言行，互在场的人真好分辨，伊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因为伊伫咧发言的时，也使用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先知的惯用语。当当时在场的人怎会察觉哈拿尼亚毋是真先知呢？只有耶利米事后突破伊的白贼话，讲哈拿尼亚，着注意听上主无差派你，你竟然互这人民相信你的白贼话，所以上主安尼讲，我要互你离开世间。其实到呾也有受免责，讲家己捌是牧师身份的假先知，世界吹电讲家己互圣神充满，讲伊的祈祷是上帝所启示的。一个信徒沾沾自喜，掠做军队一位有温哥、祈祷有效果的牧师，却毋知家己互骗去。实上真正互圣神充满的牧者，并袂讲大声话，反倒当是谦卑，照圣经的真理来教示人。今仔日，当咱看到这世代的动荡，是毋是愿意重新转来到圣经找求答案？咱是毋是愿意安静落来，聆听上主透过牧者对咱讲话呢？面对接下来的疫情、族群的冲突、国甲国的战争，咱需要上帝先知带予咱甚物款的提醒？默想，伫这冲突、怪力乱神的时代，网络出现真侪讲有言的人，我安怎分辨真假呢？我要安怎明白上主的心意呢？伫这冲突、怪力乱神的时代，网络出现真侪讲有言的人，我安怎分辨真假呢？我要安怎明白上主的心意呢？咱做伙来祈祷，天地万物的主，伫这个世代需要你亲自对阮讲话，互阮明白，无论是战争、疫情，还是气候变迁和大自然受破坏，拢是人会做所造成的。求你指示我做出正确的选择，勇敢讲出真实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